翻奇關悅來新家推149平方，做到5房單位，得房率去到130%啦。咁呢度100畝先起咗500戶咋，住起身非常之舒適噶。對面500米呢，就係天虹百貨啦。咁呢度10分鐘之內可以去翻我哋步行街啦、摩天輪啦。咁醫療配套方面咧，仲有人民醫院、博愛醫院，亦都係10分鐘之內可以去到嘅。如果中意捐窿捐罅揾嘢食嘅你咧，呢度咧有中山最地地道道嘅美食噶，非常之集中，而且咧仲開通咗直通巴士啊，永東巴士可以直接到我哋屋企門口啊，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。你有冇見過陽台比你屋企嘅花園仲要大？27平方嘅空中庭院啊，喺城區嘅話，亦都係非常之稀缺嘅。超大一個客廳，開間足足有5米俾你啊！做咗雙套間設計，入邊呢間房就可以做長輩房啦。呢個餐廳可以容納8到10個人，一家人喺度食飯，其樂融融啊！呢間房就可以作為你嘅工作室，喺度辦下工、聽聽歌，非常之寫意。超大主人房亦都係純南向噶，我哋樓間距咧足足有200米咁闊啊！睇完呢個屋苑，你覺得點樣呢？均價16,000、17,000起步，而且係精裝修交付嘅，得房率去到130%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嗱嗱聲私聊我 ，send 啲詳細資料俾你望一望啊！